今日想同大家解答關於面試嘅常見問題，呢條片係 Part 1。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可以收集更多嘅問題，下次拍 Part 2。唔想錯過嘅話，就而家撳個 subscribe button 同響埋個鐘仔，就唔會錯過我下個 video 㗎啦。第一條，通常有幾多輪面試呢？其實每間公司都唔同，每個職位都唔同。如果係一份最低工資嘅工作，例如做 fast food，咁就可能一輪面試就已經足夠。如果係一份 office 嘅工，通常就需要2至3輪面試。第一輪就係同 HR recruiter 做我哋叫嘅 phone screen， 第二輪就係同 hiring manager，which 通常都係部門主管。如果有第3同第4輪，就通常係 hiring manager 嘅 manager、HR manager or peer interview， 即係同你同級嘅同事面試。注意，如果間公司只有2輪面試，有時第2輪除咗 hiring manager 就會揾多幾個 interviewers 同你一齊面試，例如啱啱講嘅 hiring manager's manager、HR manager 或者 peer interview。少數嘅公司會選擇做 panel interview， 即係所有有關嘅部門都會同一時間同你一齊 interview， 咁就可以慳返你啲時間，唔使做咁多輪面試啦。我以前做過一間公司，足足做咗9個 interview 先至攞到 offer， 所以真係每間公司都唔同㗎。第二條就係做完第一輪面試要等幾耐先有消息呢？咁就要睇下間公司係啱啱開始個 interview process 定係已經開始咗一段時間啦。如果你係第一位 candidate， 通常都要等大概1個星期；如果你係最後一位 candidate， 咁可能1-2日就有消息啦。如果你等咗好耐都冇消息，咁就可能係壞消息，因為假如你冇被選中去下一輪面試 ，HR 就未必會通知你。尤其是係第一輪嘅 phone screen， 因為實在太多人應徵每一份工，的確係好難逐個去通知嘅。如果你真係好想知道要等幾耐，我建議你面試完之前問 HR What are the next steps？ 我每一次都會問呢個問題，通常佢會話你聽要等幾耐先有消息，咁你就知道如果冇消息就要作最壞嘅打算啦。第3條係面試完結之前可以問面試官幾多條問題呢？我建議面試前你最好最少準備5條問題，因為面試嘅時候你同面試官嘅對話可能已經解答咗你1-2條問題啦，所以最少要準備5條。如果到最尾你1條問題都唔問嘅話，就會俾人哋一個你唔係好在意嘅印象，咁就會扣分㗎啦。你要問幾多條問題就要睇下面試仲有幾多時間剩啦。如果仲有好多時間，咁樣問3至4條都可以嘅，但係如果已經 overtime，咁樣問1至2條就好啦。至於 exactly 問咩問題，我有幾個建議。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company culture? Where do you see the company in 5 years? What is the career path for this position? What challenges can I anticipate in this role? 如果你有興趣想知多啲，咁就留言話我知啦，我可以更加詳細咁 cover 呢個 topic。譬如唔同嘅面試官，例如 HR 或者 hiring manager， 其實係應該問唔同嘅問題嘅。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我可以另外拍一個 video 同大家分享。第4條就係英文差係咪會扣分啦？其實喺加拿大，尤其是最多人移民嗰幾個城市，好多人英文都係麻麻地。面試扣唔扣分，就要睇下你英文程度去到咩 level， 同埋你應徵咩類型嘅工作。假如你溝通係冇問題，只係口音比較重，咁你就無需擔心，因為呢度有一半人都有口音，最緊要係人哋明白你講緊咩。如果你英文差到人哋係唔明你講咩嘅話呢，咁就冇辦法啦，一定會扣分，因為始終大多數嘅工作最少都要需要基本嘅溝通。你而家最需要做就係學好英文嘅基礎，收入方面可以打住華人工先，過一段時間再試下其他公司都 OK 嘅。如果大家對英文嘅 business language 有興趣，就可以留言話我知，下次可以同大家分享返 office 最常用嘅言語。第5條就係當 HR 問 salary expectations 應該點答呢？你面試前要做好充足嘅準備，根據你做嘅 research， 以你嘅經驗同埋你應徵嗰份工，咩年薪係合理呢？記住唔好俾 HR 一個數字，你可以提供一個 range。例如，如果你希望有年薪55,000，咁你就應該答 50s to 60s。如果佢 offer 5萬蚊，你就可以 negotiate。如果佢覺得你值得有更高嘅人工，例如6萬蚊，提供一個 range 就可以令你擁有一個比你預期高5000蚊嘅年薪啦。我個人建議直接回答呢條問題係最好嘅，咁樣會令到 HR 覺得你比較 confident。但係如果你真係唔想回答呢條問題，其實仲有另外一個方法嘅，就係同僱主講薪酬對你嚟講唔係最重要，最重要係揾份最適合嘅工作。例如你可以回答 Currently, finding the right posi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me. I'd lov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job, the company, and the opportunities before we talk about numbers. 唔知道大家有冇 research 過喺加拿大唔同行業係揾幾多錢呢？如果你想知，就記住睇我呢個 video 啦。好，今日就答住5條問題先。如果我今次未解答到你心目中嘅問題，就記住留言話我知，我會拍 Part 2繼續為大家解答。